去了呢？小两口过日子，拌嘴总是难免的。要是分房睡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要有什么委屈啊，就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啊去教训那个臭小子去。没有奶奶，我不委屈。其实也是我不好。我已经说过那个臭小子了。如果你们之间呢有什么误会啊，一定要解釋清楚。其實啊，有的時候夫妻之間鬧矛盾，只要雙方都各讓一步，那問題就解決了，不是嗎？奶奶您放心吧，我會和西城解釋清楚的。你是個懂事的孩子，奶奶相信你一定會把問題啊解決好的。奶奶我呀，還盼望着早點抱上我的曾孫子呢。我來拿點東西。顧西城，其實我也不是不願意，我只是還沒有準備好。雖然我們兩個人已經結婚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再多給我點時間？你搬回來住吧。賀锦熙，我告訴你，我顧西城不喜歡強迫任何一個人。短頭髮不是挺好看的嗎？幹嘛非要做一個不真實的自己？神龍集團，刘丽，起来了！你看，我給你買了你最愛吃的，哎呀，八寶粥，還有小籠包，來，快吃。